大家好，澳門市一名印尼女外僱發生吸血大耳窿，1年內向至少60名非本澳居民放貸17萬澳門元，狂賺9萬元利息，至到琴日被司警拘捕。被捕印尼籍女外僱43歲，任職家傭姓 Sri Rose Mulyati。根據司警公佈案情指，1月16號收到治安警轉介案件，其中一名事主喺舊年10月至到11月，因家人急需醫藥費，向嫌疑人借4000澳門元應急，被扣起護照至還清本金，同埋每月支付欠款20%作利息。事主支付600蚊利息之後無力還錢，至到日前需護照辦理轉工手續，但係被嫌疑人拒絕交還護照，於是報警求助。經調查，1月20號喺新橋區某單位截獲嫌疑人搜出51本護照同埋1張藍卡，涉及50名事主。及後成功聯絡另外3人，證實曾經向嫌疑人借3000至到4000澳門元不等。司警發現，嫌疑人2024年12月開始向60人放貸，每次放貸500至到5000澳門元不等，還清本金先交還護照。估計放貸金額共17萬澳門元，不法賺取9萬澳門元利息。嫌疑人涉暴利同不法扣留證件罪，移送檢察院偵辦。